来，伫网络顶交朋友都爱真小心，若是无见过面的网友要求汇钱予伊，这一定毋是真感情。正受欢迎的歌手林俊杰有诈骗集团偷用伊的相片甲身份，甲查囡仔安尼骗情骗钱。南投埔里一个25岁小姐，掠准对方真正是林俊杰，摕这个地契去银行办贷款，要汇钱予对方。加在行员甲警察太甲苦劝，讲人这个林俊杰是大明星，真要趁钱，无可能甲你借钱啦。这个沉醉伫爱情的查囡仔，才来清醒。看过这个朋友吗？有，他有来埔里找我。男生25岁小姐摕到伊土地资料去银行柜台，讲要贷款5万块，要汇钱予伊伫面前对面熟悉朋友出名歌手林俊杰。这不是林俊杰的相片吗？我有看过这是林俊杰的相片啊。讯息真的是林俊杰。真的是林俊杰啊！对啊，然后请我帮忙。这个小姐真坚持讲，甲伊伫联络，一直甜言蜜语，叫伊是亲爱迄个人，就是歌手林俊杰。伊提出对话资料，对方讲有一个包裹卡伫海关，内面的物件价值几百万的台票，只要汇5万4千几块的税金就领会到，搁伊催伊去贷款汇钱。他不会缺这一点点费用，你知道吗？他是很有钱的人啊，要你们汇钱过去的话，那个都是有问题。行员到关键有嘴讲甲无烂，苦劝这个小姐唔通汇款，因为迄是诈骗集团偷用歌手林俊杰的相片，并且假林俊杰的身份，伫面前对面传消息，先骗感情，才骗伊去汇款。警方嘛呼吁民众伫网络顶面交朋友一定要细致。唔捌见过面的网友要求汇款，这一定唔是真正的感情。